我玩膽機就話換膽啫，但原來而家 keyboard 啦都可以換好多嘢升級嘅。咁我手上呢個 X-Power 跨華可換軸機械鍵盤咧，首先外形非常搶眼啦，有 RGB 嘅背光燈啦，上面咧亦都有一個8.5寸嘅點陣 LED 嘅顯示屏啊。咁啊，除咗日期時間之外咧，你亦都可以咧自定一啲字咧喺上面做顯示嘅。咁由於佢 cut 咗 keypad 嗰一邊啦，咁見到成個外形咧比較 slim 啲，咁你就算放入袋帶出街用咧都 OK 方便㗎。咁既然帶得出街用，就唔會成日擸住條線㗎啦。咁所以除咗可以插 Type C 線使用之外咧，佢仲可以分別用藍牙啦，或者係 2.4G 咧無線連接嘅。內置咗4000 mAh 嘅電池啊，咁你知 keyboard 咧其實耗電量好細嘅啫，所以你叉一次電咧都可以用好叉耐嘅。重點嚟啦，話明佢係可換軸嘅機械鍵盤啦，所以上面嗰啲 keycap 咧同埋軸咧都係可以更換嘅。咁啊，用家咧可以隨自己喜歡嘅手感去更換啲 keycap 同軸啦。咁當然，其實你都可以首先去試下佢本身嗰啲 keycap或者撳落去舒唔舒服。咁我覺得咧，壓落去嗰下咧有少少油壓嘅感覺，幾舒適嘅。而反彈翻上嚟嗰下咧，亦都係幾爽快，加上唔係太嘈啊。咁我呢啲唔算好專業嘅 keyboard 用家咧，都覺得係 OK 㗎啦，已經。原裝嘅 keycap 上面咧已經有埋創揭碼㗎啦，同埋係100% anti-ghosting 防鬼鍵設計啊！咁所以你就算唔換啲 keycap 咧，都係一個優質嘅 keyboard 嚟嘅。對 keyboard 嘅手感同埋外形有要求嘅朋友咧，可以留意下呢隻 X-Power 嘅跨華可換軸機械鍵盤啊！咁呢個產品咧本身有1年保用之外咧，如果半年內有問題係會有1換1嘅服務嘅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